香格里拉是我们每一个人向往的天堂，在这里有壮美的山脉、辽阔的草原、宁静的湖水、神圣的寺院和淳朴的居民。这里的美景让每一个来到香格里拉的人都会悠游沉醉，在每一个人心中浮现人间天堂的憧憬。在前往纳帕海中，沿途看到许多玛尼堆，玛尼堆上的石头叫做玛尼石。玛尼石的刻的东西大有不同，但主要是刻着佛教的6字真言为主，每念一次就是累积一次功德。另外，我们也看到许多藏传经幡，当地的朋友告诉我们，经幡都挂在风比较大的地方，风一吹动，表示上面的经文念了一遍，有传播佛法的寓意。经幡通常有5种颜色，其中的每种颜色所代表的寓意也各有不同。蓝色代表的是财富，白色是智慧，红色姻缘，绿色代表的是家人及朋友的平安健康，黄色代表的权威地位。纳帕海是香格里拉县最大的一片草原自然保护区，又称为森林旁的湖泊。这一片保护区有 31.25 平方公里，海拔3266米，湖泊积水面积660平方公里。景区的入口处有座8瓣莲花白塔，这样的塔全世界只有2座，另一座在印度。纳帕海是高原季节性湖泊，四季景致各有特色。夏末秋初是雨季，此时水量较大，纳帕海是一大片湖泊。夏天水藻丰满，草原上羊牛马成群吃草，和草原融为一体。秋冬季节，湖泊退化成伊拉草原。冬季时，黑颈鹤、斑头雁等候鸟会来此过冬。纳帕海可以说是个自然保护区的天然湿地，有许多珍奇飞禽栖息于此。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国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。每年9月到隔年3月，可以看到大量飞鸟在水面上盘旋翔集。其实纳帕海跟伊拉草原算是连接在一起的。季节的关系，雨季时雨季会将草原覆盖成纳帕海。秋冬季节，湖泊退化成伊拉草原。纳帕海春季绿草青青，山花争艳；秋季遍地金黄，也是摄影爱好者拍照的最佳时机。